大家好啊，歡迎嚟到少女乾坤，我係賢沛師傅。今日我哋嚟傾一傾12生肖2026年新曆6月，即係農曆嘅甲午月嘅月運勢。2026年甲午月嘅時間係由新曆嘅2026年6月5日芒種開始，到2026年7月7日小暑之前結束。呢段時間就係命理上邊嘅甲午月。呢集影片係分享各個生肖嘅整體月運勢，係賢沛老師嘅用心製作嚟㗎。除咗有充實又實用嘅內容，仲有好暖心嘅建議同埋祝福嘅。請大家一定要睇到最後喎。喺進入正題之前，請各位記得訂閱我個頻道，點開小鈴鐺同埋全部通知嘅選項，咁先可以根據運勢嘅走向，及時調整你自己，趨吉避凶嘅。如果睇完之後覺得啲內容對你有幫助，亦都請你可以分享俾你嘅親朋好友嘅，等屋企人同埋好朋友可以提前做好規劃同埋準備，迎接新嘅一個月嘅來臨。要知道分享善嘅知識其實都係一種布施嚟嘅，可以為你種下善嘅種子。接落嚟我哋就正式進入甲午月嘅生肖整體月運勢。屬狗嘅朋友，甲午月一到，準備好迎接一場能量場嘅劇烈升級啦。啱啱經過完上個月嘅平穩，今個月嘅能量場就會從斜坡變成一座即將劇烈噴發嘅火山。甲午月帶住連月雙重嘅五戌半合嘅強大能量降臨，呢個意味住你嘅合作機緣、人氣指數同埋貴人助力會呈現爆炸性嘅增長，就好似幫你隻船仔換咗個雙渦輪增壓嘅引擎，準備高速前行咁。但係喺呢股咁旺嘅繁榮景象底下，隱藏住五自然嘅暗流。呢股能量雖然唔係直接衝擊你，但係會等整個大環境，包括你嘅合作夥伴，都充滿晒內在嘅焦慮同埋情緒嘅躁動。接落嚟就等賢沛師傅同大家深入剖析，喺呢股機遇同埋挑戰並存嘅能量下邊，屬狗嘅朋友應該點樣掌握方向，將呢股爆發力轉化為實際嘅成功。第一，事業同學業，從單引擎驅動到雙引擎渦輪增壓。首先係事業同學業，等待機會嘅狀態就會徹底顛覆啦。今個月嘅能量關鍵字係雙重合力，意味住你嘅貴人能量就會從四面八方湧過嚟，達到頂峰嘅。今個月嘅貴人就喺你身邊嘅同事、評級嘅主管、合作嘅夥伴，佢哋會帶住資源同埋誠意主動揾你合作。呢股強大嘅聚合力就會等你成為團隊裏邊唔可以缺少嘅核心，各種合作咧邀請不斷嘅。咁對於學生嚟講，呢個意味住可以同時獲得老師嘅指導同埋同學嘅幫助，非常適合組隊參與比賽或者係進行小組嘅研究。但係五自然嘅能量會等你嘅合作夥伴內心充滿焦慮同埋好勝心，表面上邊合作愉快，內部咧就可能因為功勞分配嘅問題產生摩擦。所以今個月嘅策略係主動擁抱、謹慎行使，積極回應合作，同時喺過程中扮演穩定器嘅角色，用沉穩嚟中和夥伴嘅焦躁，而且講清楚責任嘅分工，先可以駕馭呢股能量，收穫成功。不過咧，唔係所有屬狗嘅朋友都可以順利晉升喎。身強嘅水狗今個月財官雙美，事業咧勢如破竹，係升職掌權嘅大好時機。而身弱嘅水狗就面臨財生煞旺嘅困局啦，壓力重重，甚至可能俾苛刻嘅要求壓到唞唔到氣。你係可以順利升職嗰類，定係唞唔到氣嗰類呢？撳一撳置頂評論個 link， 睇睇你係邊一種。第二，財富運勢從靜態守成到合夥生財。喺財運方面，上個月依靠正職收入嘅狀態，今個月就會被打破啦。五戌半合嘅雙重疊加，直接將財富嘅增長點指向咗合作同人脈。呢個係一個合夥生財嘅月份，單打獨鬥咧就會舉步維艱，但係融入團隊或者揾到合作夥伴，財源就會源源不絕噃。你嘅財富增長好大可能係嚟自於共同開發嘅業務、合資嘅生意，或者係基於團隊業績嘅豐厚獎金。但係風險都跟住會嚟啦，五自然嘅能量會化為市場入邊最大嘅財富陷阱，周圍嘅合作夥伴或者投資圈可能會彌漫住一股過度樂觀嘅氣氛。今個月嘅理財策略係借力唔盲從，要積極利用人脈建立財富關係，但係面對具體嘅投資嗰陣，一定要加倍謹慎，獨立分析，千祈唔好因為人情或者市場嘅氣氛就匆匆投入，守住理性嘅底線，先可以等合作之財真正咁落袋為安。
但係合夥係生財定係破財，五行唔同，結果咧都好大差別喎。身強嘅木狗今個月食傷生財，財運極佳，係名副其實嘅人生贏家。但係身弱嘅木狗就係身弱擔唔到財啦，睇似揾錢嘅機會，其實係破財嘅陷阱。你面對嘅係財富機會定係破財嘅陷阱呢？撳一撳置頂評論裏邊嗰個 link，睇睇你係邊一種。第三，感情運勢從風平浪靜到烈火愛情。講到感情，平淡如水嘅關係，今個月就會迎嚟深刻嘅內心波動啦。年月雙重嘅五戌半合，會將你嘅個人魅力同社交能量推向頂峰，迎嚟一個桃花盛開嘅強力月份。對於單身嘅朋友嚟講，你會從各個渠道，比如長輩嘅介紹啦、工作嘅場合啦，或者係朋友嘅聚會，就會碰到啲好合眼緣嘅對象喎。脫單嘅機率好高嘅。對於有伴侶嘅人嚟講，呢股能量咧就會代表住關係嘅深度融合，非常適合談婚論嫁、買樓嗰啲共同規劃未來嘅話題。但係同時呢，呢幅咁美好嘅畫卷下邊就潛藏住五五字形嘅能量，容易出現愛得越深越係折磨嘅矛盾狀態。你或者伴侶可能會因為過度在意對方而變得敏感多疑。今個月嘅感情功課係享受甜蜜，管理強度。享受親密嘅同時，當負面情緒湧現嗰陣，要意識到係自認喺度作怪，需要主動溝通而唔係互相指責噃，為過熱嘅關係留翻啲空間嚟降溫，先可以等呢份烈火愛情走得更加長遠。但係呢份烈火咁旺嘅愛情，對於唔同五行屬狗嘅朋友嚟講，感受係完全唔同嘅。身強嘅水狗迎嚟財官雙美，正緣降臨，感情咧開花結果；而身弱嘅水狗就因為財生煞旺，另一半反而會形成巨大嘅壓力來源，等個關係變得非常複雜啦。你嘅桃花係正緣定係孽緣呢？撳一撳置頂評論個 link，睇睇你係邊一種。第四，健康運勢從平穩過渡到嚴防上火。最後講講健康，入咗甲午月，你一定要高度關注火氣同埋心神嘅問題。戌係燥土嘅火府，午係旺火，年月相重，五戌半合火局，意味住你體內嘅火元素俾人極度催旺咗，好容易導致口腔潰瘍啦、喉嚨腫痛、皮膚生暗瘡嗰啲上火嘅症狀。更加要警惕嘅係五五字形嘅能量直接對應心臟、血液同埋神經系統，旺火再遇到字形，好容易引發心慌慌、血壓波動，甚至係失眠、焦慮嗰啲問題。今個月嘅養生策略係以清熱降火、安神定志為核心，飲食上邊盡量避免食辣同埋煎炸，多啲食苦瓜、冬瓜嗰啲降火嘅食物，靠冥想散步呢啲管理情緒壓力，要保證足夠嘅睡眠。對於有心血管病史嘅屬狗朋友嚟講，今個月要更加小心留意啦。但係同樣面對火旺嘅環境，唔同五行嘅屬狗朋友健康走勢就冰火兩重天啦。身弱嘅土狗今個月印比相生，元氣大增，健康狀況極佳。但係身弱嘅水狗就會因為財生煞旺，健康拉響警報，係今個月最需要注意身體嘅嗰類人。你嘅健康有冇咩問題呢？撳一撳置頂嘅評論 link， 睇睇你係邊一種。以上就係今個月嘅整體運勢分析。但係賢佩老師要提醒你，同樣嘅一個生肖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嘅運勢咧，完全唔同嘅。而身強身弱嘅差異更加係一個天上一個地下。有人今個月財運爆棚，有人反而要打一場能量保衛戰噃。你屬於邊一種呢？可以撳一撳評論區嘅置頂鏈接，填寫你嘅生日，我就會同你計出你嘅專屬五行生肖同埋身強定係身弱啦。而且會話俾你知今個月嘅特別注意事項，知道自己嘅五行同埋身強身弱，先至可以真正好好利用今個月嘅月運勢㗎。希望對你有幫助啦。我係賢佩師傅，我哋下一期再見。